报道学台语，甲手的动作相关的课录字第50集，246条。因为伤过轻，顶金啊拢是用顶啊，就是因为太轻，然后称金子都是用小秤子哈。下面有4字，听选咱第一字读做顶顶头的顶，第二嘛是读做顶，第三字读做顶，第四字嘛是读做顶还是等拢会使。247条，你衫小吊着咧，较袂撩啦就是你衣服稍微整理一下，比较不会皱下面咱有4字通选，第一字这字读做钓，钓毋对钓第二嘛是读做钓钓，第三字钓钓第四字钓钓钓鱼的钓248条，剁破是敲破的意思咱下面有4字要选，来第一字这字读做剁就是鸟咧吐鼻的毒毒。第二这字嘛是读做毒，第三字这字嘛是毒，第三字这字是雕毒的毒，雕琢的琢第四字这字嘛是读做毒，中毒的毒禁毒的毒啦249条，落雨啊，紧甲雨伞踢开踢开下雨了，赶快把雨伞展开咱下面有4字，听选咱第一字这字是读做铁黏铁的铁第二嘛是读做铁第三字读做挺第四字读做地就是传递的地啦传递250条，这块饼互你若不爱就刣就是说这块饼给你如果你不要就算了下面有4字通选，咱第一字读做太太太的太，第二读做泰，同款是泰，第三字嘛是读做泰，泰国的泰，第四字嘛是叫做泰心态的泰，态度的态好，感谢大家收听。